今年的中元节前2天呢，这新竹的城隍庙是拢会来举办暗访的活动。昨暗时由城隍爷的大公主来带队，照这清朝时代呢传承到当的这个路线出发去甲夜巡。这场面看起来是真大，嘛是替明仔载7月半中元节这城隍爷出巡来先做准备。 城隍爷大公主领队，后壁是范将军，各家伙辈民众，队伍按照清代流传至今的古城路线进行夜巡，为旧历7月半中元期间城隍出巡先做准备。这是得参中元城隍节新竹市上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之一。拜四暗伫新竹热烈举办。茶叶暗访，那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的大少爷跟二少爷他们轮流出去先走。 7月15的路线，那今年是我们大少爷出去走。过仪式包括开后门、野鸡游行、菜暗访、甲绕境进歌，这夜巡仪式也是甲市民信众课外的重要活动。因为民间相信讲，火光照过路，会当辟邪保平安。我们都城隍进行绕境正都之前呢，今天先轮到请他的大公子先带城隍爷出来巡视我们新竹市，那就是扫除路障，那当然也是整顿阴阳的秩序，已经是新竹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活动。 八日就是中元7月半，有绕境进歌的活动，也是过活动的重头戏。新竹市府也邀请市民甲各地信众来参与，祈求平安顺遂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